体嘅料理有很慢，讲来做乜嘅咧？煮个桂花米，你好，等下那个所有的料理全部都用到。就这样，所对以这是基本的，而且呢，要给中料先准备好些了。对对对。好，大家水滚呢，要先怎么做？你教我。那个要先标呀那个焖啊。用比例呢？比例要要怎么全部捞。要全部捞，这你算好的比例了。对对对。可是是几比几啊？算斤量的啦。好，用的用的斤量呢？焖啊有3到10两。好。批桂花差不多8两。哦，差不多，按照5比4，对吗？哇，一個燜牙係把就係唔係用砂糖，係用燜牙糖，係本意係用舊舊黏黏嘅嘛。哦。因為要燜牙較黏吼，你都要先用滾水煮比較溶較快。較溶的喂。要用細火去煮。哦，冇會煮過來會變焦糖了。對，一定要用細火。這樣要攪嗎？哎，就是天天的拉。天天的拉。你这么放心交给我做，不会被我搞砸哈？不会不会，绝对不会。你平常都不笑吗？平常很少笑，因为煮燜牙哦，因为煮燜牙不能笑。对，我痒到。好，我痒到。因为要慢慢的个燜牙煮啊落去就变糖水咧，燜牙糖水。因为要蜂蜜哈。哦，又要加膨糖。对，膨糖哈，膨糖啊，因为要种的。比较不耐煮，好，所以一下下就好了。对，一下子会变质，对不对？对。可是这个几比几嘞？这个要放多少？10两。哦，好，这样哎，好起来，燜牙色、紅糖色啊，桂花黑白，对不对？好。就係要先用剛才那個煮好的桂花米。對，加一嘅什麼嘅？沙拉醬，就一般市面上買的沙拉醬。像沙拉醬。對，要比例就係講，那桂花米較量較大。沙拉醬差不多桂花米的量一般是吧？哦，哇，這也應該係算一個創意料理了。因為一般是都會係鳳梨蝦球，跟兩般是都會係桂花米的蝦球。跟兩個係乜嘅？要係百香果醬。好，百香果醬。哇，看起來很像是那種大哥，做事情又很細心哦。好。你做的呢？變到酸酸甜甜，拿落嚟以前家下食沙拉，落去一種酸甜嘅感覺，親情料。一般我擺傳統做嘅嗰種鳳梨蝦球，對，一般都是。就是加美乃滋嘛。加上咧香港桂花園就係做出自家特色。迄味呢桂花係甜嘅，加嘅頭幾數嘅係酸嘅，就變酸甜，應該就上到嗰種談戀愛嘅意思啊。調配好特製嘅醬料過後，總算要開始料理嘅下一步誒。遲遲嘅下鹽，圓圓過分過後，小油泡太陽20秒過後留起來。這時節一粒一粒嘅下鹽，看起來金色色嘅。大哥講，泡嘅目的就係味道要增加口感，不米絲還較有層次，還有好多嘅哦。佢也嘅下工已經泡好，講咗長時間咯。係啊，因為啊，飯嚟加炸好以後對，啱擦擦。對，加加去斑斑啊，再加下嘅加下調嘅嘅。好，有貼到一些油係冇？冇到油，所以美乃滋裡面已經有油分嘅，對不對？應該都是醬料嘅哈。啦。細火先炒一燒。哦。炒熟了啊！我知道，這就跟糖醋一樣。炒呀，有點起頭哎，給它上醬上去。哦，斑斑啊！不錯，第二次翻鍋來了，厲害的來了。你是做的呢？好了，變成金黃色的蝦球哎！來，你剛剛準備那個按醬的擺盤，鳳梨，好漂亮哦！還有一個。冇想到煮好嘅桂花蜜，但請我溜溜嘅調皮，簡單嘅料理，讓皮變做本人上嘅調飲來食嘅創意美食咯。